今年的10月17是台湾文化日。今年台湾文化日的主题是文化斗阵来，行出台湾家己的路。文化部强调讲，这文化是民主社会底底，希望民众透过活动来了解文化日的意义，做回来传承台湾文化。当初就是因为放这个歌，这个剧本才红经验。剧团演出过去台湾审查思想的年代，迄当时有真侪音乐、电影拢红禁。1921年10月17，林献堂、蒋渭水结合台湾各地的知识分子，成立台湾文化协会，加做台湾文化的启蒙运动。为着纪念这天，国家也将10月17定做台湾文化日。文化部表示，台湾真侪文化力量拢是对民间生出来的，所有的文化运动拢充满反抗和传承。台湾所有的文化运动是充满了反抗，充满了传承，完全不可能靠政府来做。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，台湾的所有文化力量都来自民间。过去台湾北社就一直有举办台湾文化日活动，社长表示，真欢喜国家重视这个代志。今年台湾文化日活动伫北中南拢有办真侪文化活动，正正是具体实践当年文化协会精神。文化是一个精神，一杯茶，一出戏剧，一段讲话，甚至呢，都是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。文化是一种力量，文化也是一个教育的根本的延续，所以我们希望推广台湾文化。文化部表示，台湾文化日的活动会对17开始，一直到11月初，全台湾加起来总共有34场的活动，有讲座有表演。主办单位希望民众同齐参加，就亲像今年的主题同款，文化斗阵来，行出台湾家己的路，让文化变做生活的一部分。记者陈心彤、林福凯台北报道。